行人一行人。跟人他讲话讲得懂后哎，口水吃多了就听得懂。哇，这甲本客家好势来了啦吼。开起来都不卡住某一时间，汤头很重要。对，不管你还没客家，你家里一定要有一罐汉冬瓜，吼，强打一下赚点。对，一时三英地北都看到水引进就例会姐。因为他有点想要把它拿回去他店里当招牌。你怎么那么了解我？你看他冰箱的百叶豆腐应该还有10斤吧？现在肚子里面都是百叶豆腐了。摆一下叶才能哦。耶！莫老来讲，你啊，苏式咯，每行店地北都的招牌菜哦。不是他如果做这个店里的生意会出菜出太慢。然后你还有得办两种，还敢啥啥来看？哇！要搓两笔全部。哇，冻酱冻酱，那个培根，终于哈比哈贝乱卖哦，一定会热销。泡菜也很好吃哎，泡菜有卖吗？有。你今天应该在这前面放一整排辣椒酱跟泡菜。那个卖的 QR code 就在打出来。卖啊！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中白跳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呢一下來到嘅素菜，看一下就係呢嚿石橋福建姜嘅代表講，呢來到乾葉，其實用老頭牌嘅煙哦，上到乾葉是會上到係工業氣，我呢一下吼當前鋪咯，還有當到嘅休閒農業，譬如講熱天嘅時節啦，有蓮花桂。還有牽着薄嘅，我們係萬聖節，就喺飯掛節咪凍好搞，凍應來了哦。錯，呀！幾年以來呢，唔但將觀音呀嘅素菜，其實規個桃園市呀豆邊嘅哦，都改變十分多。無像嘅時節來到呀豆邊嘅都無像特色油料嘅方式咯。接下來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按鈕方式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不過我今天上過優台哦，進行韓國走的咯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韓友林迅指定師傅。大家好。哇！沙丁下來呢來分享到今本日嘅潛水站，風吹下豆邊嘅呢係兩隻鼓手哦，分享到係一成子劉力 B B。歡迎，來。歡迎。再過來看一下藍色呢一片，強壯係來自觀音嘅表姊妹，佢哋係中村基佬劉力琪。歡迎阿姐。今天又是一個講師妹，而且是一個姐姐呢，都來自觀音，現在我們看到風吹。另外姐姐有推薦到呀豆邊，乜嘅好高好色好料的冇咧？三旗蜂蜜。剛給豆邊有什麼觀光工廠嗎？有，它有那個小學堂教學，去認識一些養蜂的過程。哦。蜂蜜是如何產生的，花粉如何產生的。嘿，他們有那個指導的那種老師。跟豆邊呢，等於係講，佢在養蜂場之外，你還做看得到佢嘅棚頭，大家製造嘅工廠。係啊，他用班來保孫呐。哎，所以有一個很確定的事情。今天我們紅隊一定是最甜的。用不來用過。因為我們就是介紹是它就是觀音的 honey。對，是 honey 哈。我看一下藍水的鴉片哦，強壯來自觀音，佢哋會紹介一下素菜。凍醬，白沙加燈塔，韓國嘅旁邊的草塔沙丘，風景凍醬是完美拍照的好景點。哇！凍到走路嘅步道。喺度觀音嘛，咪凍到素菜啊，除了做啲看海，還有做啲做碰通，凍好搞，凍好料。感謝你哋嘅小姐，唔過呢，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嘅料理挑戰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又到嚟第一關呢，國家拿出自家不卡嘅秘密武器哦。像我們看下風吹，兩位姐姐帶來，你係乜嘅？艾草辣椒醬。自家做嘅嗎？係啊，係。自家做嘅哦。好香哦。係啊，其實擺係要來邊大
艾草嘅，艾草嘅辣椒醬吼，那一定會有特別的風味。對，好，你去擺看過。今日那樣嘅你嘅辣椒醬啊，吼，作為料理哦，你都蠻名誒。百菇大會哦，百菇大會會貴啦，很健康在裡面。我跟你說，現在健康已經變成我們評分的標準了。對 ，OK， 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你看下攬住你阿片咪咁厲害哦。你紹介一下，你今日秘密武器係乜嘢？撼冬瓜。客家媽媽嘅好朋友。係。係啊。咁今日我們拿幾來做嘅秘密武器咧？有乜嘅凍強啊、凍厲害嘅素材嗎？以後甘甜。嘿，有特殊的味道。今日我拿嚟啊，撼冬瓜做嘅菜苗按到乜嘅咧？蝦公冬瓜糜，蝦公冬瓜糜，做糜啊！好像第100都節目底度食到糜耶。係啊，凍好，非常期待哈！太厲害了！體育館嘅比賽，兩沙強豪有信心嗎？有。我們就保留這個完美吧。好，六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片場馬上都升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了哦！哎，你不覺得你節目懂厲害耶？作為新年以來沒有重複的菜色，對啊，除了有一道可以一直重複，不是小熊軟糖，雞酒。哎，就聽哦，就記得下就要浪浪歡歡呐。對，做雞酒做在每一期都做。哎，基隆上面動厲害呢，沒有重複的呢。他們沒有啊。對啊，怎麼那麼厲害？很認真啊！我們錄影的動力就是因為你用啥為了主持。金融。你們嗆屁哦！很衝哦。他還沒醒，現在還沒9點。你的主菜。家下講係白菇哦，白菇哦。白菇對。今日帶哪種菇而來啊？雪白紅喜菇對，它有2種，這個是紅喜。哦，就雪白菇就2種對嘿。用白銀加香菇人用多嘅喏，口感會比較好。哦，其實它，剛下嘅黑馬蓋菇誒，那個茶樹菇。茶樹菇，它這樣它很脆，這樣子一折就斷了。哦，茶樹就是用茶樹的。長在嗎？樹的那個。可是不是都是用樹嗎？哦，有一些是用太空包。對，用太空包裝的，對嘿。這是椴木香菇啦。對。哦。好啦，等下給我倒轉來哦，哈。好，先幫你提料一下。哎，你好，嘿。有大蝦哎。我今日本來係做糜嘛，哈，就準備啲係隔夜飯啦，哈，大蝦。蝦菇。蝦公，還有小豬肉，啲係撼冬瓜。你有沒有就撼冬瓜到上冬瓜？這樣子，安尼咧吼味道吼好豐富。哦。先白咧蝦公吼。哇，啊這凍食先呢，幾浪嘅蝦公先白蝦咧。安個吼，這個咧吼，個塊咧背後吼比較好夾熟。好開火，對。欣姐，怎麼景妹都還沒聽到你開金口？好漂亮哦！她是負責顏值的部分。對，她顏值。我們春枝姐也很美。這個是超顏值。冇窮的，看就只有正常。所以現在加油是要先弄什麼？爆香，我們爆香蝦仁。那你報名參加節目誒？我社區的理事長。理事長係沙區嘅。呢啲係本地白來嘅。哦，咩啦，蠻白啦。所以呢啲係哪家沙區啊？他們叫塔角里。塔角里。塔角是哪2個字？鐵塔的塔。哦。還有我哋啲鄉路嘅叫。塔角。塔角。第一次有聽過好浪漫的名字。對啊。那我要對你的理事長說，理事長，你自己永遠冇來咧。你下就會來。哦。好香哦！麗青姐，您可平常在家裡煮3餐，對不對？對。真的是職業家庭主婦。現在是。那你以前喺做乜嘅？以前在上班。今天的發想哈，煮了糜哈，因為哈，我到時候我開住老人家，牙齒唔好，平常哈煮糜也是時間好多。曾經凍好你一套菜哦，幾多嘢做糜嘅眼睛，係真會顧到老人家嘅牙齒，像牙福卡哈，張媽媽係味道慢啲嘛。煮起來比較多啦，昨天還上千啦，你知道嗎？就是可以餵飽我跟弟弟啊。沒有啦，那愛心料理呢？但我想知道說煮糜啊，以長沙來講吼，你有冇選擇用撼冬瓜來煮？因為煮粥其實煮的方式很多啊。啱啱都煮了撼冬瓜吼，吃起來吼
味道好丰富，而且比较味是好多。那个酱香味，客家的酱香味。嘿。哎，刚好哈共同建一下听听啊，建到半熟，嘿。那这边呢还叫马西，叫马西韩国冬瓜。哦。你一般的冬瓜没含冬瓜。哦，先爆控。嘿。这个冬瓜汤直接加个蛤蜊就可以吃了吧？啊，对，也可以。哎，社区这些看到用来叫马西哦，我会真的一根一根捞给吐出来呢。你唔是啦，社区这啦，你下冻头学啦。其实好加叫马西好加冻香呢。哦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先勾一打勾动转来哦。好。等一下我再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哎。先把这个食材给先下一下，等一下用古装当味炒吗？哎，这个先味道先调一下哈，这样子，因为它菇类它很快就那个。现在就要直接下去吗？对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疑问，等一下，香菇没有给干锅煎，哎，其实我们也没有清油，我没有倒水，对，都在把对，但是要碰到锅底哦，那一定啊。你都有菇的情形冻豆呢，白菇啊，莫怪是白菇。我今天准备7种菇，哪7种？刚好是就少了2种，杏鲍菇，然后那个茶树菇，还有那个雪白菇、雪白、红喜，对，生香菇，对，生香菇有了，又有广告了，它出2种，袖珍菇。袖珍菇，还有一个熊菇，就是熊菇，它吃起来会 QQ 的这种熊菇。熊是哪个字啊？熊 bear 的那个熊。对，耶。啊，这你念日本用的安好哦，你的英文啊。你在间接夸自己吗？还可以。想考一下，今日慢年来报名，5抽几啊？2抽，2字鼓手嘛？6。哎，慢年迄阿手，2抽啊，2阿手，2抽啦。啊，你迄小姑，系啊，感情同好诶，系啊，头摆1块4张，一家人，系啊，哦，我讲下哦，带 Q 哈嘛，解好容人一行人，那两个头发跟我同好诶，口水吃多了就听得懂。哇，这甲粉它甲好势来了啦哈。像它这个的话，菇类它跟这个一起炒的话，它不需要加油，因为它菇类本身就会出水，然后它就是它就是那个油这样飙一飙之后，它出来以后，它香味就出来，然后那个我的秘密武器加下去就 OK 了。就 OK，所以是不是有开直播啊？你讲的很好哎，你是丢妹啦。对啊，你其实才是王美吧？对啊，还是这样好不好？你一边煮，我请月欣姐过来，介绍你负责来收给。这个用的周围可以在老太家讲一下。刚刚讲是热的辣椒，你也跟辣椒哈。还有我有加9层塔香葱。对，让我们给他一个机会。他做翻译没走的。然后嘞，那款它就辣油啊，辣油啊。要多煮过嘛？有啊，有煮过啊，打好要煮过。应该乡村来捅过系啊？不用。不是啊，直接打死走的。上就用果汁机啊打好以后再煮。但是我想问讲吼，东小又看到又用热的来做辣椒酱，艾草它本身就是一般人不是拿来泡澡驱寒或者是。我们现在捏板里面也是啊。哦，捏板呐，哎，呛的。艾草，我有吃过。可是辣椒酱有没有要给走结合？对啊。对啊，放点辣椒下去这样。所以是想突然有一天你的甜豆嘞，所以啊，莫是拿来做辣椒酱好嘞。发明的哦，丽慧姐，哎，因为我平常有在做那个素食小吃，真的呢，会点没啊？对，不敢用哦，没有，那是小吃，就是一般的那个住家的小吃而已。所以这样子就变大吃。对，今天是大吃。大会嘛，大会。哎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听懂后生，我要吃多一点。所以这个是你们店里招牌。对，哇，客人去一定必点的。然后，因为我煮的是那个面线，跟那个炒面，他们说你一定要帮我加这个，没有加这个不好吃。天哪！所以我现在加下去了，我们加下去了。开起来都不卡住某一时间，汤头很重要。对，不管你还没哈嘎，你家里一定要有一罐。烫冬瓜，强打一下赚点。对，这个丽婷妈妈的。那讲哦，你做个果商哦，一时3年地北都看到最认真只有丽慧姐。
因为他有点想要把它拿回去他店里当招牌哦。你怎么那么了解我？他们说，你一定要帮我加这个，你没有加这个不好吃。天哪！加下去了，我们加下去了。哦，等一下你们我要吃很多，永醇味道哈，还有艾草，直接擦。对对对。在写封之后，几厉害哦，几度魔术个该捏的该辣椒酱。吃看看，你就吃看看，你好，这真给黑秘密武器了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我的东西好了哈。你看一下冷水。翻冰落去咧，冰落去咧哦。嘿，因为跳下个哈滚起来咧，水滚咧还是冰落去。有两种音，有一种音係後食嗰種米跟湯分不清楚嘅，有一種音係後食嘅，係有啲粒粒分明嘅。啊呀，喊凍瓜冰落去咧吼。冰落去咧，你看可是因為吼壓叫一點點的薄，跟水包米漿的冰嘛，對不對？我是會老鐵的哈。可是你現在有試味道了嗎？還沒誒。味道是最後嗎？味道最後才來試。啊，你不看後食嘅麥啊哈，會加胡椒粉嗎？會誒。好，很好。嘿，啱未會？我覺得生活一定要滷的東西，你們是什麼？皮蛋還是？我也是皮蛋。油條。油條，你跟我說的一模一樣。摩倫哪一種嘅麥啊？對，就一聽到有皮蛋滷油條，對不對？導播也笑了，我知道你也是想加這個。不用，那個豆腐乳沒得見，賣做都有。你今天有帶油條嗎？冇呢，冇想到。因為皮鹹跟鹹冬瓜嘅鐵片。係啦，因為老人家好少食這種嘅東西，所以他們出發點還蠻從容。咁嘅卵啊，其實冰落去。等下，最後係最尾張冰。呢啲嘅豬肉哦，用嘅線係這樣豬肉。啲好，啲係梅花肉，好嫩，哈。奶豬。老人家食好咬嘅肉啦，嘿。不過這個給大家吃出來有一個重點，黑公睇起來都不卡住某一時間，湯頭很重要。對。不過你真的買一個人，你客家年要給鹹冬瓜。對。不過你係住某煲湯都非常方便，所以呢，不管你係沒客家，你家裡一定要有一罐鹹冬瓜。哦，強打一下賺點。對，這個麗青媽媽的。好，那差不多我們先去倒數，讓它滑蛋就好了哈。煙草馬松葵是都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哪天關地度哪一部卡嘅料理卡斬掉咯。好，兩組家都料理嘅過程當中呢，其實就懂想飲食嘅。現在吃看那風水也係用啊，耶，那這位將做一個百菇大會。哦，假使吼大紅菜菜吼都按好些吼，那真的可以改吃素哦。不是冰米酥啦，用嗰個甜米叫佢做出來。其實家自己冇乜嘅調味呢，最主要也係人嘅辣椒會醬。不會唔會用辣，有麻香，但是不會很辣這樣。這個你做的賣耶，蛋槍賣呀，跟辣椒會醬有賣嗎？有賣有哦，訂購專線大家留一下哦。它很重要是因為已經像幾家幾講有樓下切點菜香椿下去，所以它也有香氣都要底度，很百搭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兩種吼，真正係不得了誒。因為我自家本身係當姜辣，我記得個辣哦，唔單止辣甜甜，還非常的香。把個菇兒嗆下去，因為要煸過之後哦，個菇兒會出甜、辣、甜、香，全副有呢。那個甜味哈，都鎖在裡面，是由凍甜顏色配的凍醬。哇，啱唔講，係咪要主持每月節目啊？五彩繽紛啦。誒，你哋下來食看，咱隨你一片，用個鹹冬瓜做個麥凍好食，實實來食咯。哦，凍甜咩？啲味道啊，要嘅醬豬肉啊，還有蝦講啊，最重要即係鹹冬瓜嘅梅事哦，真正要做出來，到按段時間真正不簡單嘅。嗰個呢冬瓜，而且落啲乜嘅薑嘛，嗰加種海鮮呢隻蝦講嘅甜落去，湯頭就很棒，湯頭真的很棒。蝦講嘅米哦，
动线条，腌肉叫动抽啊。因为最主要是压天气呢，有一些真凉凉，吃到个姜嘛，身体都暖起来，对不对？其实吼，在用个系沥青的吼，佢这个佢不卡好就做，我不卡好模煮了寒冬瓜，它的发想。我到底师傅应用版拼粉呢，给来看哦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先来请你的齐师傅抢本分数。哦，耶！大家来看一下选举师傅抢本分数。咱自己本，直接关抢手。齐师傅抢公平。我们分解红对当时当到几个酱，几个乡村酱做到冻好，会冻好食。啊，俺某本蓝队吼，其实几个冻大松一点是讲吼，俺写图有啊，木梯几做咧练高汤，是正炒到几个海味。啊，水尾的时阵做咧喊做饼出东西，蒜头酥。哦，其实它会提升几个味道，还会更好。是正常用的。哦，关选举师傅的公平款。我们要先个蓝推呢，应该是都个味道处理到浓厚，含有个胡椒粉啊，跟辣度哦，是都非常个香，非常个好吃。啊，其咧寒冬瓜呢，每头哦有点干干的哦，香味含有个吃的口感呢，整个香气都有释放出来。啊，适当的蓝推做点老一丝丝而像师傅讲个吼，一点个提香的个食材。啊，爱迄上度做点老一岁个脆布啦，哦，脆布，伊个层次个香味，还有个含度会差不多刚好。啊，凤腿那边呢，做到嘛冻好，有味个甜味就出来。啊，唔过做点炒，较焦一丝丝的吼，本该顾个香气炒出来。哦，或者是起锅之前呢，做点老一岁的个勾芡，哦，伊个香味呢，整个食材发布呢，它会较好吃咯，感谢。可是甚至师傅，你刚刚跟我来炒到焦焦的话，大概上锅用的。炒到焦焦，要先一开始就放油吗？有两种嘅方式，第一种呢，做啲老一丝的油去煎；第二种呢，做啲直接炒。啊，直接炒呢，伊个水分会较多，啊，用油煎呢，就会煎到较脆、较好食。哦，就像是松柏做嘅，对不对？好，按有学到嘅哈。有。好，唔該你生下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一畢業就請你嘅生子師傅來做料理咯。食材好料理。耶！又到係生子師傅而來展現緊嘅廚藝嘅時節咧，生子師傅叫咩菜苗到嘛？該川味酸菜爆菇片，這是直接放棄那個在炒嘅菜面。爆菇啊，鮑魚對鮑魚。對。來，我們看看食材。大概食材呢，係個杏鮑菇，比較大家好買到嘅啦，吼，杏鮑菇，還有姜麻，哦，酸頭，這個是豆豉，豆豉，吼，還有兩個客家嘅。鹹菜，吼，還有宮保，吼，了解就會找個辣椒嘅啦，宮保。最近凍汁用嘅辣椒嘅，因為了解天氣較冷咧，做啲老意思嚟了解，吼，較好看。還有花椒，吼，豆瓣醬，了解係花椒油，吼，了解係酸嘅，了解香菜。好，一開始呢，先撈了解姜嘛，先切，好切片。好。家下小嘅睇個食材以後，我幫大家睇一下。依家講嘅鮑魚要用哪一個食材來做？請搶答。好，黑馬杏鮑菇。答對了。那我送你一根杏鮑菇。好啊。那要等我學會了，看他是。好，你下呢就較多一絲絲沒有關係哈。大概姜嘛，哦，姜嘛先不給煸，哦，先不給煸。大概酸條，哦，不給切粒就可以了。哦，是切痛棒，差不多这样就很不錯嘞。哦，酸條幫佢煸幾下吼，姜味幫佢出來。第二個酸菜呢，買進去要照水，薑粒要燙鹹，哦，要燙鹹，幫佢照水，大概3到5分鐘就做得嘞。哦，3到5分鐘，等下呢，要幫佢冰落去，幫佢炒，每套幫佢炒出來。哦，了解酸嘞。這個最好吃了，要個散豬牛啊，瓊花雪。哎呀，還有烏魚子啊，嘛個。你的廚藝有辦法養過我們麗慧姐嗎？對啊，她可是劉媽媽料理店的掌門人，她可是愛炒辣椒醬的發明人呢，最辣了。觀音辣妹呢。好，你下呢酸菜就幫佢冰下來咧，好，幫佢炒到香味出來。哦，阿姐，你用啥係選5星素嗎？唔咩，蛋奶素。好，你看了解鹹菜，哦，幫佢炒到油亮的。所以最主要就係個鹹菜要炒到香啊。好，了解杏鮑菇幫你切片。就那幾類做鮑魚。
仔菜啊，跟鲍鱼，鲍鱼都是用杏鲍菇来做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下呢？好，有香味嘅，哦，豆丝，好，本期不用下来，哦，还有豆瓣酱，哦，本期就跟，一丝丝的就好咧，姜鸡会冲烂啦，哦，姜鸡会冲烂。一般了解川菜，低度会捞了解泡椒，哦，会捞泡椒，啊，唔过冇按后买豆，就用豆瓣酱就做得咧，哈。那爱炒辣椒酱可以吗？做得啦，哦，那香味同香，哈。等一下跟你收点广告费就好。OK。哦。小李本期试下，好。这么多哦！因为了解咸菜呢，也有椒水咧，伊唔会咸，伊会香，哦。做了下还全部系大火哦。嘿，好了解，好水本期不用下落。就一般的水啦，哈。一般。唔系普通嘛个。嘿，好了下呢，了解杏鲍菇做的，落本期煎，好本期煎到香香嘅。哦，一丝咧就，好不用下来。那我直接放到烤箱地不度嘞？烤箱不会，一开始做嚟用嘅烤箱，还有气炸锅嚟做。哦，啊，不过有时候烤咧，哦出来咪会切切。啊，唔过你不用久咧，温原体。哦。係，唔过我嘅建议係用嘅煲嘅用就不去煎，煎到会差不多较好食。你有发现一件事，汉堡菇它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对。你就要做鲍鱼、鸡丝、干贝，全部都做得。做得。海鲜部分基本上就係雞啊。哦，不去煎哈，煎到軟就好了哦。因為你啊電它呢要不用低度。哦。如果是你要炒菜啊，要不去煎到擦擦。哦。你下呢了解湯。哦，做嚟撈一水嚟嘅胡椒粉，哦，還有糖，哦，還有糖。哦，加湯嘅眼睛係姜拍會長辣。還有本期就該回甘。今日嘅漢堡菇，我用嘅張做比炒到像加講一些叉叉。按用不用下去，唔是甜筒，哦，用煎嘅，做唔得用炒嘅，哦，做唔得用炒嘅，就用按用煎。煎到順風呢，就有點金黃色，就做得扁面，用煎嘅。做唔得用炒嘅，炒呢佢會出水。剛剛有放一點點。所以一開始做唔得金邊。叫變油落去煎，佢會出水啊。係冇出水哦。好，炒完就好了哦。好。我講哦，你做嘅果商哦，佢時常因地位都看到最引進就李慧姐，因為他有點想要把它拿回去他店裡當招牌哦。你怎麼那麼了解我？麗青姐吃到。酷嫂，可是我想要来一碗白饭。你看阿姐，你洗这白哦，煮个好些哦，不来宾哦，饺子都安用音呢。你要为我们丽青姐负责。好。你是不是吃了1个礼拜了？我们家冰箱的百叶豆腐应该还有10斤吧？真的，现在肚子里面都是百叶豆腐了。摆一下叶子。耶。所以川味的酸菜基本上就下港嘅鹹菜。冇嘛個強種啊，唔過佢個酸菜會較黃。哦。你個客家嘅酸菜冇咁黃。哇！做啲老嘛個呢嘅。哦。酸菜魚。酸菜魚。哦。哦。那這位老法師，我們不是炒哦。哦喲，不是。不是哦。有。哦。要香的嗎？花椒油哦。電下淋送去啊。電下淋送去，好。你下呢就本期不用送去，因為你要辛辣，你做得不用下去，啊唔過你下個食物就冇按醬。哦。啊本期就該紅色啦，吼，青色按用。你朋友落去炒客家菇啦。哦。所以加下地盤都要加埋個油咧。花椒油。花椒油。花椒油。花椒粒。哦。大概蒜呢？哦，蒜苗的。所以等下將熱油淋上去。再嗆下去。還有香菜。應該款中規改票凍豆改這種四川料理，千回容易用嘅奉獻。而家差唔多180到190差唔多溫啦。落去佢就會醋嘅香味會出來。等下會看到蘸哈。會哦。那個香味就已經出來咧。嗯。好，你下就好咧哈，本期連送。來嘍來嘍。哇！這個掉底了。哇，好香啊！那個大家味的香菜。川味酸菜爆菇片。按用就好食咯。
好，以下嘅甜食呢，最合适的是用马来嘅料理耶，睇起来吃看下哦。哦，你啊辣度吼，嘟嘟吼，你啊汤系做得雪，做得黏嘅，咁唔單止辣甜甜哦，還會轉甜，哦，非常好食。没错，一般来讲，你吃川菜啊，做这种酸菜鱼的话，里面用的你还加鹹菜。它这种做法呢，你会吃过，有一点像是四川客家菜嘅種感覺，同條要加凍蘸掉。東河式，東河式哈。因為裡頭料理哦，雖然佢按照四川麻辣，不過佢四川麻，不會凍辣，非常好食。韓國嘅鮑魚啊，很鮑骨啊，真正做得凍好，juicy嘅口感啊。佢行環去煮吼，用按豆油，我講，佢等下用番茄按油，結果吼你還按蟹吼凍順口。麗青姐吃到酷騷，因為裡面有花椒，稍微一點點嗆到。可是我想要來一碗白飯啊！我覺得麗青姐比較需要一點衛生紙擦眼淚，很感動哎，這道料理。你看阿姐，你體這白哦，煮到好食哦，不來邊哦，你餃子都安用音呢。你要為我們麗青姐負責。好，最後還要問下阿鳳哥，對阿菊師傅裡頭菜菜有咩評價咧？哦，佢裡頭菜，該川味嘅該精髓攏出來。哦，啊，華龍點心係最美嘅細節，佢乾辣椒，落個花椒粒落去吹下，佢香味全部走出來，做到當好食。要出料理呢，基本上楊母卡喺講有啊鹹菜法，就做豆粥邊花，較少來老爺嘅鹹菜做麻袋嘅料理，做吃做困難哦。唔過頭前1比1，馬上就會進行最不迷一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。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淨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內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翕相嘅需要要做乜嘅？要畢業。花了那麼久時間 Q 你啊，這碰死機會，因為今日建東地北圖嘅就係百葉豆腐。哇，百葉豆腐曾經東仔冇看到啊。百葉應該係睇起來都好啦，哈，用肉誒，用泡誒都懂好食。鹽酥雞嘛。對啊，弄那個小小一塊像臭豆腐那樣子沒做的。我有聽過一個說法，它其實不是豆腐。考師傅。因為有兩種，一種係用豆腐皮做嘅，哦，就是千張老料嘅鹼粉，你煮完之後呢，去壓縮完之後，你就有一球那種。有一些人係老料嘅魚漿，所以就會講，有摘出嘅豆腐含有葷的豆腐啊，就可以用cái魚漿來做，因為成本會較大啦。可是我們問看甚至師傅，百葉豆腐你會把它類比成乜嘅東西？我親手用咧，因為咧有點算加工嘅啦。哦。做得就泡嘅啊，留一啲醬啊、燒啊，當好食咧。你未懂我，不剛好聽到那個，你很愛吃豆腐。係啊，那上面有吃百葉豆腐啊。係嫩嘅。哦，那你咧？做得。好，那徐師傅咧？3杯可以啊。做得啦。可以啊，不過等下看一下你參賽者來自民間的料理牛年，都帶給我哋老爺嘅百葉豆腐嚟做編發咧，進行最不迷一館嘅挑戰。觀眾朋友，有上好節目都帶有嘅百葉豆腐啊，我哋來編料理呢，馮翠帶來嘅料理菜名我都乜嘅咧？百葉壽司，百葉壽司，好歡樂的一個料理。還有蘇喜咧，對，做壽司哦。好，兩位姐姐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我看下咱這兩片，我用了百葉豆腐做乜嘅創意咧？菜名按到百葉培根起司卷。哇！凍碰係日頭料理哦，最每一罐上到3000口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少女哦。係啊。好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了。你不覺得嗎？係啊。今天這兩組的實力都太強了。對啊。高手在民間，對不對？所以呢，你一家之主為節目，整個提升台灣料理水平。係啦。除了張伯謙沒有提升之外，我就是要做一個低標，還有就叫比高嘅標準。我們其實希望標準可以提高。我也是蠻犧牲的。哇，大家都看啊。那個黑馬街，那個
黑福罐，素火腿。哦，是哎，那个姐姐这边在玩这个保持平衡的游戏吗？对，经济独立。等一下，安永还会够对半坡。哎呦，你确定？人家是厉害了。人家是去阿基走在走动呢。他切0.5公分。好，做对了。它不需要太厚啊。太厚会卷得很大卷。哎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是不是有点像取代饭？帕塞啊，把白色的部分。很当季哦。两个是素葡萄吗？对，有素葡萄。七嘎中 A 吗？哎，对，七嘎中 A。那是什么酱？这个是我自己调的姜，然后那个沙茶，还有酱油，一点点香油这样子。然后我今天有做一点点泡菜。泡菜台式泡菜哈，自家做的。韩式泡菜，台式泡菜。小改一下哈，因为给他们社区的一个特色。泡菜是用那个糯米醋，1瓶醋1瓶水这样子，1比1下去煮给它滚，煮好之后哈，它就比较不会太过于酸，太刺激胃的话就会不舒服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继续走一下，等下再回来。好，等下走那款哦。Hello， 开始卷了。哇！其實兩片都有種嘅蘇式嘅個營養。我們這邊是有什麼樣的食材到大家小解一下好嗎？哦，我就給百葉切長條，切。你係合朴哦。切朴嘅哈。韓國好煎嘅培根。cheese。這個兩係嘅辣椒、糯米椒，好煎魚等下同下鋪。哇，你想法係馬上想到嘅啊！這個創意是誰想到的？今日主廚係立青，所以哈，通常係佢想嘅。哇！我做副手。因為百葉本身沒什麼味道啊。小孩子喜歡吃培根cheese啊，就把它加在一起這樣子。可是人家已經攞去鋪誒，現在做乜切嘅？太從頭做乜切到要做醬汁，就做醬汁嘿。但愛個炒醬料愛炒嗎？不是，要落去就是加一點個泰式醬，加一點這個是豆瓣醬，豆瓣醬哈。韓國就啲的番茄小番茄，韓國洋蔥 onion， 很清爽。韓就加檸檬，加一點泰式醬哈，然後食到好味味啊。麗青姐感覺真的很會做料理。麗青姐，你該不會在大飯店上班吧？哦，沒有，也有廚師執照啦。哦，你看，你知道很多哈嘎種的媽媽，基本上他們的標配就是丙級，丙級標配已經丙級了，對。泰式好像比較少糯米椒嘛，對不對？所以給大家想法了，這個組合是怎麼樣想出來的呢？四季豆。也試過，然後蔥段也試過，小黃瓜也試過。可是我後來發現，青椒跟cheese跟培根的味道，很融洽這樣子。好認真哦！你是不是吃了1個禮拜了？我們家冰箱的百葉豆腐應該還有10斤吧？現在肚子裡面都是百葉豆腐了。我們要擺一下葉才來預備起。耶！我哋去看下風水，等下個來看鋪。好。哇，我有先剪過哦。對。剪得也太漂亮了吧！你看下，摸成看，它原本係大家嘅很爆骨咧。對啊。也很漂亮。我來講，你啊，蘇式咯，咪係你點地百度嘅招牌菜哦。不是，他如果做這個店裡的生意會出菜出太慢。點我你還有第8點做，而且海苔會軟掉啊。預約制啊哈。大家稍稍來看。哇！要鋪兩底。全部。哇，凍醬。那個培根，就一哈比亂賣哦，一定會熱銷。泡菜也很好吃哎，泡菜有賣嗎？有。你今天應該在這前面放一整排辣椒醬跟泡菜。那個賴的 QR code 就在打出來。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包這個葉。如果等一下誰說我們海苔軟掉，我會請他拿濕度計出來哦。請他自己去雨下面淋。他應該知道今天濕度很高吧？該種唔會辣的哈。就是那個羊麻米。剛才冇加東西。
这个是素肉松，这素肉松本身系嘛东西做出来的。一般来讲，迄种比较多该像豌豆榨出来的那个粉。那你的葡萄呢？树葡萄是百事的。哦。哎，按用其实不是剪刀按豆哎。又拉手嘞！这条煎好之后，真紧又抢苏西呢。哦，你们紧不腻，真的太难评了哦。莫老来讲，你啊苏西咯，咪系一点地百度的招牌菜哦。不是，他如果做这个店里的生意，会出菜出太慢。点落去后得半点钟，而且海苔会软掉。预约制啊哈，预约制，对。那还就放泡菜落去吗？哎，泡菜不是放中间，放中间的。哎，你们冷静，因为泡菜不是要那个，你们做的不用跟剃头粉，没做装饰的啦。那是你们个人的口味，对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还是就人家的原创，OK。哎，原创才是最珍贵的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差不多了，选够力喽，就关火了，是不是？关掉了啊。还敢傻傻来看？哇！有点像那个，有一种不是用力腌鱼类那种。哦，不是白带鱼。对。哦。没有狗夹粉。手会痛吗？有一点。有点强哎。哎，这个也很好吃哎。要泼点底。全部。真的？全部吗？它里面有加气。放得下吗？对啊。会怎样？泼不好的时候，给的气会流出来。哦。那要怎么注意嘞？因为它会有封口的，它前后有封口。哦。又。粉呢，有封口，这是重点。丽青姐，厉害，你很厉害。这个要我打不用，你们做泰式，不然我想说，因为不掉粉的吗？对，因为百叶豆腐啊。错，那盐酥鸡店就泼过去后粉再浮掉粘嘛。对啊，丽青姐，你煮那么多，是待会全部人都有得吃。好，对，他已经，哇，冻酱，那个培根会不会有炸到太焦的问题？会吗？不会。要顾一下，它的受热每一个食材的也不太一样。不一样，对。我觉得我们这里差不多了，因为泡后沟还有就是淋酱的部分，好，很有看头。等一下来吃吃看呐。我们先立豆酸，好，给你掌握时间，马上就要到位。天草马上的豆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那呀最杯米馆咯，用呀百叶豆腐，哪组较沾到嘞？好开心哦！冇想到一個百葉豆腐，真係要按樣去變化嘅嗬。好，你以前對鳳珠嚟吃吃看啊？那假石豆一定要两地不会毒哦，抓透水，要等30分钟哦，要打底又打底了哦。我觉得这个黑洞你做一哈比乱卖哦，一定会热销。也个底度给调给牙独门酱料非常加分，还有一个素火腿也很棒。最主要是百叶豆腐给我剪勾，有一些叉叉，那种口感很嫩很顺口，四粉厚身。这一道菜真的可以卖，泡菜也很好吃哎。台式的泡菜有卖吗？有。你今天应该在这前面放一整排辣椒酱跟泡菜。那个赖的 QR code 直接打出来呀。平常对素食哈，就印象冇讲冻好，今天哈吃了这料理哈，全部改观嘞。哎呀，哎，冻好血。但是最不错的是什么？培根起司卷。哎，大家来试看。它外面炸起来看起来很像吐司一口哎。表情真的没有浮夸。那泡过去和百叶豆腐本身是冻好些，最重要是地北都会培根泡到嘟嘟好酥酥脆脆，它的油香味完全让给变出来哈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加个微爆浆之外，加个最主要就像博谦讲培根，那影片又酥又盖强哎，太小块了，师傅，为什么该要对半切？主体是冻好些，因为它系泡的东西。我闻那个泰式酸辣酱，电到会去它的那个内盖个口味，这个搭配很完美的。投我一票。懂事。哦，丽青姐。贤爱哈。好胜。哦，丽青姐总算讲他嘞，大家就谈到，真的好吃哈。等一下哈，可能记得半分熟时间，我30分钟哦。大家来看一下，都在拼缝的样板呢。
终究冇看到师傅评分的时间，要按条拿通的哦。齐师傅抢分数，蓝水1分。你的心不是向红对吗？好，来感通一下，选举师傅抢分数。齐师傅，其实哦，真紧讲吼，两片拢动力吼，真紧动难拼啦。哦，是些微的差距，甜甜。俺先讲，俺莫本甲红只去应该想到动简单，应该沙茶可能应该是有点重油，比较腻。你咪做咧用该像该生菜叶，你两片咪做咧用该素的美乃滋，放去乳化效果还会更上一层楼。嘿，是正常用的。蓝队哦，其实去铺落冻吼，其实到地步又层次感又丰富感。好，换阿吉师傅的公平。哦，两组整体都懂好生。那本来哪一队都是很犹豫啦啊。蓝队两片呢，整体懂好生，其他层次有火锅，还有低度呢，哦有个气势啊。董崇明哦，低度有个青龙椒，就是糯米椒。西豆呢就是比较多的层次感，用懂好生。凤腿两片呢就是煎锅不给薄到低度，其他有那个蘸酱那个泡菜，西豆呢度好懂好生。亮出菜讲真言，迄个拿出去做生意的话，一听会畅销。不过也系功夫菜哦，因为豆腐卡天天的做，怎有办法了？哎，不用落去做，怎有办法破到暗酱？观众朋友，你们真的好专一边做鸟不卡的料理，不过马上就要颁奖嘞！耶！我今天最开心的应该是我们4个啦。哎呀，吃到安好食嘅东西。从头食到尾，全部搭组都做到安赞的。恭喜呀，成绩已经出来，2组都系得到2分，都系大头名。现在恭喜粉水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恭喜3個內咪強榮來恭喜一下，藍水大頭名1800嘅加菜金。好，謝謝。恭喜恭喜！月欣姐呢表現都十分好，要不要參加心得啦？哦，甘叔用白老太分享一下好冇？非常感謝，感謝哈！就阿慧比較辛苦，比較辛苦，比較上菜色係冇？誒咩？佢準備材料啊，菜越简单越好做，然后越健康因为现在的人大鱼大肉不见得会比较好。好，谢谢。真的真的，所以你们一张做色都给按赞对仔车，重点是它的仔车有它的特色，它的酱料。哎呀，下一次给我来时间，好不好？记得带你的辣椒酱来卖。好 ，OK。恭喜！我記得前幾做嘅齋菜厲害。包含嘅春季阿姐就是講，哎呀，冇想到齋菜咁樣安好食，跟基本已經好來到現場，也讓我們帶來很多動驚喜、動好食嘅料理，讓大家分享一個心得、讓心情。本來來的時候，我從來會凍緊裝結果唔會咧。你個節目本人講凍強爽嘅感覺，給我很多的學習。節目我來訪問一下貴家第一百差不多吃了15斤的百葉豆腐的麗青姐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參加節目的心情。參加這個很開心，看一下多少錢？也學到很多對方的素食的料理，這樣子。所以這個是1500塊的感言。那我聽聽看3000塊本來準備的。我耶！好，今日呢，真見哦，牛年就到桃園觀音啦，所以下禮拜觀眾朋友，喺講你來到桃園觀音嘅時節。沒有雷電，去到哪裡都好吃。家家戶戶都有一個東北煮菜嘅一家之主哦。冇錯，根本你時沙攞邊個非常醬之外哦，你看風吹係觀音嘅哈尼，藍吹係觀音嘅百葉公主，都係非常厲害嘅朋友。所以今天分享所有嘅朋友，結結來打電話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看下來呀，到邊嘅交朋友分享不卡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